回顧10年前，香港幾個有心人感到香港社會缺少咗一個引領青年認識國家、了解歷史文化嘅平台，因此成立咗勵進教育中心，希望用多元化嘅方式幫助香港教師同學生認識中國國情、歷史同文化，從而建立對國家、對民族嘅責任感。成立初期，我哋就定下清晰方向，從認識國家開始，一步步引領青年建立國家觀念。喺過去嘅10年裏面，我哋舉辦咗大量活動，包括專題講座、校際比賽、公眾活動、內地交流以及視頻創作等等。呢10年，我哋為超過25萬名師生同公眾舉辦咗超過1000場講座，將國家發展嘅最新資訊帶進校園同社會。我哋邀請咗不同領域嘅專家學者，親自走進唔同嘅學校，與師生面對面交流。佢哋深入講解國家嘅最新發展動向，幫助大家理解國家喺不同階段嘅成就。我哋亦協助教師引導學生尊重法律，培養法治精神，讓法治思維融入日常學習同生活。此外，我哋邀請咗多位嚟自不同界別嘅知名人士，同大家分享國家不同領域嘅發展成果。呢啲分享不僅有深刻嘅見解，更有真實嘅故事同感受。透過佢哋嘅親身經歷同視野，公眾可以睇到國家快速發展嘅背後係無數人嘅努力同付出。喺呢一系列講座中，國家發展知多少計劃已成為中心最具代表性嘅品牌項目之一。自中心成立以嚟，從未間斷為香港青年打開認識國家嘅窗口。為咗培養學生對國家嘅歸屬感，我哋設計咗從幼稚園到中學嘅各類活動，累計逾7000名師生參與。其中，升旗禮活動已經持續推行超過5年，讓學生對國民身份有更進一步嘅認同。與此同時，學生透過剪紙工藝以及唐詩朗誦等文化體驗活動，親身感受到中華文化嘅魅力。另外，我哋都組織咗香港同內地學生進行體育交流，讓年輕人喺互動中增進友誼，深化對國家嘅認識。近年喺教育局同保安局嘅鼎力支持下，我哋推動國家我全港校際及團體短片製作培訓及比賽，將國家安全知識、反恐演習與短片比賽結合，引導青年明白國家安全同個人生活係緊密相連。我哋相信親歷其境永遠比千言萬語更有說服力，因此我哋定期同內地國企以及教育局合作，舉辦多個內地考察交流團，至今已帶領超過800多名教師親身前往內地，實地見證國家喺不同領域嘅發展成就。教師們先後參觀咗神華能源嘅重要能源基地、國家電網嘅智能供電系統、南水北調嘅跨流域調水工程、中遠海運嘅主要樞紐航運港口及現代造船技術，以及大灣區嘅頂尖科技企業。教師們喺親身了解新時代嘅國家戰略規劃後，將呢啲珍貴嘅見聞帶回課堂，有助學生拓展創新思維。為激發年輕一代對中國歷史嘅興趣，我哋推出咗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，資助學校舉辦各類中國歷史文化活動。我哋亦編製咗約600條中國歷史模擬試題，去協助 DSE 嘅考生，並設立咗中銀香港中史優異生獎學金，獎勵學生修讀中國歷史科。我哋更製作咗一系列以歷史人物生平以及其傳奇故事為主題嘅短片，希望引起小朋友對歷史人物嘅興趣。透過呢啲活動，希望全面推動中史學習風氣，讓年輕人從歷史中了解中華文化，並一代一代傳承下去。回望10年歷程，中心每一項活動得以順利開展，全賴社會各界長期以嚟嘅傾力支持。在此，我哋謹向一直慷慨支持勵進教育中心嘅所有捐贈企業、捐贈人士、合作機構以及每一位關心同支持勵進嘅朋友，
致以最衷心嘅感謝。此外，在此特別感謝各政府部門、駐港機構、內地政府單位以及國有企業喺過去10年間給予我哋寶貴嘅指導同大力支持，讓中心各項國情教育活動得以穩步推進。我哋期待未來與各政府部門、教師、家長以及學生們繼續攜手同行。展望未來，勵進教育中心將來喺各方朋友嘅支持下，繼續深化國情與歷史文化教育，持續支援教育界推動國情教學，協助青年建立身份認同，培養有國家情懷同國際視野嘅新時代青年，一齊推動社會嘅繁榮穩定。10年係重要嘅里程碑，亦都係新嘅起點。再次感謝大家10年以嚟嘅信任同支持，讓我哋得以砥礪前行，不懈奮進。未來願我哋繼續攜手努力，迎接下一個更美好嘅10年。